众朋友，今日個項目分享數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係藝登客家當代個有名嘅一個編舞家，以用當代藝術嘅方式編織嚟改造藝登有個客家文化嘅一個舞蹈。而最近有一個新嘅作品，係用藝登客家詩人嘅詩作，反映到伊歸鄉嘅一個經驗。而個作品底部其實兼顧嗰個文化同族群嘅一個魅力。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來自屏東嘅丁凱，來幫你看上，丁凱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丁凱。其實丁凱來我哋現場其實已經有200-300年吼。係啊，差唔多。我就發現到講，其實丁凱嘅客話越來越爭誒。因為我哋提講，其實丁凱唔係萬世都開始講客話啦，嗰時係後來咱開始慢慢地學客話嘅，但是我都感覺到講，其實有幾多人會講，他也能嚟學客話，嗰種學唔爭。可是我睇丁凱身上我冇看到啊，反正我丁凱啲發現一嚟一好，講埋一嚟一順。咁我哋喺度想講，丁凱唔知㗎，其實上海的鄉下人都窮樣啊的，我哋真係有啲人都高中畢業都開始喺外面讀書嘅，咩喺屏東，後都喺台北，上唔知㗎係乜嚟經驗？上海即家吼，我講過我從細我高中咧，可以出去台北讀書嘅，喺台北都冇機會談到嘅客話啦，吼。嗰度河洛話，故所以係講河洛話，個為客話個好。我本個34歲過嚟以後吼，做一個客家嘅創作，故所以嗰時談到恁地底下自家客話真唔好，因為會有一些影響啊。我咪記咯，屯一個阿伯啊，阿公阿婆，講話啲房屋嘅時間吼，聽人講客話，有時真談唔實，佢很尷尬是講嘅國語吼，係啊，阿公阿婆也談唔實，因為講客話雞同鴨講啊叭，係啊，唔過感覺吼，有個客話吼，聽錯誒時常用講嘅吼練習啦吼，講唔爭唔巴吼。因為語言嘅問題吼，就是要多講啊，講，然後講唔錯講唔爭就笑一下就好了，笑一下，然後下擺下轉吼就得改一下。但是也有啲櫃台一啲心理上嘅一啲轉折，你講有啲人咪講外模啊，講外都還是用方言去同溝通啊，嚇，佢唔係嗌問題啊。可是問題係唔知佢都接觸到講聲音到聽。我學客話聽慢咧，嚇！但是聽伊嘛聲音都講，我學客話更加學，我唔做咁慢些，但是我慢慢地學，你至少願意還是學客話一件事情。咁應該嚟講，從我唔知個人台地位，從我人台地位，我譬如我去寫萬寫時間，我就咪有呢個說我說方言都嘅排。嗰時候其實我哋喺台北，真是有時候我感覺到講我哋客話係方言。有一種我帶你一劇嗰種感覺。你幾時喺台北嘅時間，咪有安尼情形冇？當時我喺台北讀書嘅時間吼，真多人問我丁凱你哪裡人哦？我說我屏東人，屏東人哦，不是很多原住民嘛？對，跟我的一樣。我說唔係反多唔過嗰度嘅客家人哦，錯就會係客家人。你係客家人哦，佢客家人有冇嘅特色哦？我就點的哈，當時反正講不出來，然後對客家嘅印象又冇安成，故所以哈講不出來，所以故所以當時我對台北就很難去講我係客家人，也不想去講我係客家人，一講咧問下去，好多事情我唔知啊，講不出來。這歸正常，因為我哋這個都係咧客莊啊，你講我哋客家人嗰個天時，你感覺到我同窮樣啊，窮樣天時啊，我哋唔係講冇窮樣嘅東西，你知幾時？蔥芽嘅天時啊，石板嘅啊，窮樣啊。後來我發現一啲冇蔥芽。係啊，嗰時我發現到其實慢慢就發現到講，文化上面真係還是有冇窮樣嘅地方。錯啊，鄉下結婚嘛，我嫁嘅嘛吼，嫁過嚟屏東啊，你講咧，唔得好耐啲，唔得客家人真奇妙哦。蔥芽哦，晚婦嘅時間，半夜做乜嘅暗夜做乜嘅晚婦唔睡夢咯，好多年都天公嘅時間做，但有
班牙一堆呢，都在表演瞄地图旁边，班牙呢说无，他给客家人讲的子时，係更加更本年嘅最好嘅時節。係啊，都4點開始啊，都冇相同啊。你看啊，夫妻嘛係唔水門強冰蹦蹦哦。可是應該說，我講可能啊，一方面係喺鄉下關係啦，啊，因為都市因為沙皮化關係，嗰種好多東西全部簡化係的。簡化係的就變成講啊，創業路啊，早晨9點嗰時候，他講然後吃飽那種創業。那對於鄉下人唔一樣啊，都還是看自身的呀，怎麼？那種你這個喺台北已經睇個畢業嘛，請我工作30歲過來，其實過來嘅時間，爸爸媽媽我感覺到講，做乜過來鄉下咯？喺台北度我工作，我感覺到唔攀得下。聽說未啦，爸爸媽媽問啊，阿媽嘅好好做喺台北做過來吼。唔過我設家做伊咧客家嘅曉生嘅吼，要加我喺增加嘅最低來吼，故所以我喺台北工作嘅時間差唔多半年，哦，過來屏東100，哦，差唔多，有一年有過來差唔多200-300，唔過每100過來可以看到一個歲月吼，對，跟爸爸媽媽嘅生活吼留下了記號吼，給頭髮慢慢拍的，然後身形啊慢慢消瘦吼。啊，又看到我2個妹妹吼，那個長大了，成家立業，出去嘅，所以烏卡尼就冇嗰個名咧，人氣就真的有夠少。是嗰度。哦，故所以就有一種講歸於返鄉的感覺，就說那我們就過來試看看，然後跟我家人講說，第三那天過來烏卡試試看嘛，順便也給陪爸媽啦，爸爸媽媽哦，因為年紀都大，哦，就試試看。所以當時就是想說，想來講哦，想來個工作，一個藝術工作者，不是上班啦，哦，不是用每天這樣子要去上班，有時候有案內哦，有案子哦，有 case， 我哋就去台北做，然後冇 case 我就回來提嚟烏卡哦，做我嘅自家做得做嘅事情哦，所以我家人嘛說好啊，試試看啦，所以我哋就過來做屏東。我真是第一排躺都難得講，我真有一些夢想到，因為第一排看到頂開嘅時候哈，我就想講哇，一定台北人，因為上海人拍槍，然後那玉樹臨風身材過好，然後做個一個有人講個都市風啊，跟住想講一定係台北人啊，一定台北人咁樣嘅，可是我真係冇想到講，其實講你喺台北嘅時間，你差唔多每半年如果過來一半。其實喺台北生活冇嚇，因為其實感覺到應該係都市化啊，然後年輕人啊，都市嘅生活應該幾好啊。因為我感覺台北嘅壓力過大啦，啲生活嘅壓力過大，故所以有時候我想要回到個家鄉，做得來放鬆一下，來試一下閩南煮卡，試一下飯呢，感受一下，補充一點啲。能量吼，然後再從一台北再感受是感受，我過來海的時候，那地方安不一樣都，鄉下安不一樣都真是冇台北安老嘢都，其實唔會有適應上面的問題。一個問題啊，是冇嘛個天台的問題，因為講一個台北嘅生活吼，五花八門，燈紅酒綠那個。因為我自己係做表演嘅，所以我就是呈現這些五花酒綠給你，我塑造很多的空間跟畫面，俾亞多你來欣賞。所以我底底嘛個是台前嘛個是台後，所以我自己會不太會想說迷戀迷戀一個生活方式，不過因為我嘅工作，我必須要讓大家看到一個他想看到的事情，不過我自己需要一些空間來沉澱，來去休息。所以我哋冇天時，我就會回到屏東來放鬆一下，試個煮卡飯呢啊，試媽媽嘅菜啊，一個事情。嗰時感覺到頂開真係都一定，人講如果現代愛情，那是一個歸本土嘅心咧。就算我哋一開始嚟講，其實我哋講唔歸慢慢開始學客家嘛，嗬。咁唔幾時學客家嘅時節？其實我嘛提供因為幾年客家嘅嗰種反應越來越好嘅，但是幾多年我想講，凡是按叫冇講客嘅，見家去念過來，念得多進來嚇。
我上哦，做得2久嘞。吼，因为我工作吼，也差不多19年了，我做一个客家嘅创作吼。我发现一个轻重要事情吼，一个语言吼，不单只是沟通的工具，一个语言吼，它承载了一个族群嘅文化，族群嘅一个文化意义，还有精神啊，精神，还有这个精神。故所以有时间，你同那个阿公阿婆讲好咯，讲国语，伊哋无办法用法语讲，个有客家精神、客家意义嘅一个字典吼，来帮你讲一个讲客话，讲一个精神。故所以我哋我听错慢慢来了解，要讲一个客话。唔单只是沟通嘅工具，所以一个语言存在更多嘅精神同文化。所以我哋2久咧，尤其我哋做一个客家创作嘅人，一聽錯嘅近3萬嘅2久咧，做得把一個精神用在一個我哋嘅創作嘅領度。我相信一部分點佢講嘅歸錯，因為我哋嘅語言最基本係溝通。好，如果唔講翻個唐山講翻唐山，但是伊頭頭又講到伊的歸重要，你講我們中國人可能嗰度台語啥會講法語，好，你跟他說客家話，跟他說國語，他會聽得懂，但是也真的講到歸什麼時間，伊冇辦法用法語去講。開始我，但是有時候我講啊，嗰種以讓唐山法語嘅時間，一路冇整講嘅東西，個歸什麼東西，因為他自己本身沒有辦法用客家話說出來，華語說出來的時候，他就放棄，佢歸可惜。你如冇談到真是客家文化底部最精髓嘅地方，可是我都變成你這個可以客化，係幾努力嚟學嘅客化，變成可以用客化，可以同人哋睇現實溝通嘅時間，亦都開始同講啊，其實客家文化底部有幾多幾精彩嘅部分。還有看到幾層幾唔相同嘅客家。貼嘅用詞，什麼？可是嗰時你這個有貼，講有考認證冇，還是講有貼嘅前線上要學客化？古來有去考認證，不過。講客話係學客話是愛請嘅謝慧茹先生，女僕嘅個厲害嘅先生。每禮拜1點鐘嘅時間去木卡教我講一個客話。可是嗰種這個有心嘅話，其實某個時間學客話都可以哦。尤其下對下我哋咪有個多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嚟自屏東咧，其實客家有名嘅動態編舞家丁凱，同人講伊係當初很讓我對台北歸到我哋咧屏東。我想問下丁凱，因為其實頭先我哋有一啲話題一直冇講啦，你想講留一邊來完整來講一件事情。你講其實你過來屏東以後，你開始有一些舞蹈嘅創作嗬。咁其實一陣以來我哋看到你其實嘛推出咗幾多作品啊。多多少少我哋啲觀眾朋友有啲啦，嗬，咁係咪要趁入個機會同啲觀眾朋友睇下都聽到人嘅成長，同我哋紹介下個一路可能即個，因為歸來我哋南部以後，後歸來即個故鄉，開始了解到客家文化以後，然後用即個專業舞蹈嘅專業，嗬，跳舞嘅專業，用人編舞嘅專業，然後我去把我哋客家文化同人嘅專業去合放開來。記得我第一擺做一個客家嘅創作係你人人救，2009一個時間，然後做一個客家司機一個作品，請感謝一個客家文化藝術團一個李團長邀請我去做一個事情。當時係用一個是春夏秋冬四胎一個司機來做一個客家嘅創作。一個春夏秋冬裡邊就包含了一個12月做埋個萬福啊，種10天啊，然後種田啊，過佛啊，過年嘛，一個時節，一個過多嘅事情吼。所以我第一擺接到一個事情，我就會想啊，客家人一年都帶做埋個事情吼，所以我當時冇埋個層嘅印象吼，所以我就開始行業合作去看我去稽查嘅，然後。慢慢去查看，我俾客家嘅舞嘅乜嘅樣式，然後客家嘅阿公阿婆嘅做乜嘅，那無10天啊，你做乜嘅事情吼。
那个创作就是要取自于那个神法，然后慢慢把它融合到我哋的艺术里面吼。好，故所以嗰時就一個2020那個客家嘅世紀嘅創作吼，就是已經啟動我對客家的一個我藝術我現代舞嘅藝術同那個客家文化嘅結合第一擺。好，故所以嗰擺我就覺得我對那個客家文化真的是很不熟，嘿，我跟他很不熟。對，你發覺講嘅嗰種我在喺度睇下，但是冇想到。這個用心一看的時候，他發現每天都在這裡，每年有經過，有很多嘅事情跟學問都在裡面。因為感覺就神佛停下嘅素材，也給編發經經講講說按錯，就是公司過來用心一看，對，就是說半夜唔睡覺，咩鞭子炮嘅噪音，噪音都很煩哦。後來才知給晚福，也給是秋季，買給春季，拜天公哦。故所以我就會去看，然後原來那些古道嘅文化智慧都散落在那個村莊嘅地都，只是我哋冇用心去看，吼。故所以就做一個催客家事情，當時就已經有那個基本的認知，說我對那個客家文化很熟悉，故所以我就用心所說，我聽咗會去慢慢去了解，去用心去了解我嘅家鄉、我嘅故事，我嘅客家人係乜嘅用事。好，2013差不多我過屏東的事件，前一年就說，李博士就跟我講說，丁凱，我們做一個出隊哦，你有沒有想要做？不過一個事情可能要花你很多時間哦。所以我就想，剛好是個契機。嗰年我就過到屏東，我就把自己種在那個家鄉，種在崇智，因為我個屋卡就在崇智佛修種，我就種在體驗，開始要來種那個客家的事情。故所就做了一個出隊啦吼，不過當時我傾向用那個現代舞嘅舞劇的方式來表現那個客家嘅文化，所以故所有好多嘅用跳舞嘅方式啊來表現那個客家文化跟歷史啊，我自家真歡喜啊，真有那個作品，不過好多阿公阿婆。看完我親友頭，馬雞啊，看唔是看唔到跳來跳去，我做到發起嚟我唔記得做馬雞，那個去嘅搖來搖去哦，因為我哋用現代舞的人吼，那時候不會用語言嘅元素啦吼，故所以也不會用戲劇啊嘅元素，大部分是用像芭蕾舞劇吼，天鵝湖有沒有安尼講？因為我忽略了那個語言那個元素，所以阿公阿婆說那都看不死，而且我用現代舞的方式，因為現代舞方式就是我們都沒有那個道具，現場就是用一些布啊、景片啊，或是一些佛縫的意象啊，像剪影的用式但是可能就太不明顯了後來看到那個出隊的時間高度嘅反應是唔好看那七家是有稍微受傷一點，不過我重新去思考一個問題那個欣賞跟我講就是說那個表演藝術啊要有觀眾才是成立的所以有時候你要反過來用觀眾的角度去看去思考所以就來了2015那個189佛修種又過了2年左右好，那個2年呢，我聽說用那個就把就在講189佛修種，就是我們6堆抗日最後一役的故事，用舞台劇的方式講出來。舞台劇的意思就是講有演員了那演員就會講客話，那又要指導演員，所以我開始就會講客話。發用嚟講，要有你去難過，還是開心。有個安尼講，我自家就會學會人開始辦法指導演員要講客話嘛，所以嗰時間我就把語言戲劇就融入在我的客家嘅作品裡面。其實對我來講也是一個突破。我從一個現代舞嘅別舞嘅欣賞，開始進入到舞台的一個素材。有一個戲劇在首演就在6隊嘅文化演期有做6場。第1場除了當然有貴賓來然後就是做的大概7、8分滿。到第2場聽你從哩啦啦我話給你像在我們苗飛嘅下面都冇人這樣子就只有自己的。
就担心，就说有没有人是不是又没有受到市场的喜爱呢？不过 T3、T4、T5、T6就每一场都爆满，因为宽高给你都觉得轻好宽，又要看 T0排、T3排、T4排哦，所以到最后一场是爆满，位置不拉高，所以就是因为很多人2刷、3刷哦，所以大家都要给轻好，啊，过头阿公阿婆看就说，抽好你低多嘛，跟旁边的小孩子后上来讲，哪一天的阿公婆当时就这样飙你本人哦，飙到很高哦，要给故事轻好，我现在才感觉到说，要给。剧的力量是可以把这个客家的文化，或者是把这些东西带起来，然后让2代的人可以沟通。哦，原来后上的弟弟我们的祖先做下个事情，然后一个总批又可以跟后上人讲，你看那个客家精神就是这样子。当时他那一代某站就留多年来站呢，这些东西。表演迄啦，嘛，T 摆看到讲，我们咧同个现场的台中里去向我翕相个阿公阿婆，过上个时节，过上个以前个有个从歌戏过现身的时节，个到歌戏演员从表演迄个迄，我同杨丽花啦，向我翕相啦，其实真是么，记到我台中里出来啊，就为了去翕相啦，然后。因为我有的朋友嘛喺做地波的总理啦，然后我发现一路感觉到可以有办的样，我都发现呀，真的都可以成功。至少你作为一个在地的人认同，同时可以接受到的一种方法，去重新去认识我的原来我的故事，可以安尼讲。所以那个195佛教中就造成国泰的回响所以那边就有。许多也个北部嘅客家嘅游唱去庙里投演去表演也个195佛教中都是有一场感谢也个前主委利用的主委来到也个叫从来看爱den也个195佛教中嘅也个戏剧所以看到说也个戏剧真好有上多的去国家去家园嘛人说有个机会当然好啊，所以又差不多2年吧，差不多到了就到那个195佛教中那个最终抉择也一从台戏在国家戏剧院做那个演出，不过那个旧的佛教中那个新的无相同因为当时我同那个李团长老师有给讨论过到底我们要用那个旧的东西搬到台北去呢，还是用那个新的方式新的方式来为那个台北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无相同的东西后来我哋听就是说，因为旧的东西我哋做过的有点在做有点没意思，我们要充满挑战我哋去搞客家的历史文化舞台剧。有没有某相同的方式做的台北那个演出？所以我哋就另外一个方式说，客家的历史暗冲，那个哪个事情是某变黑，哪个事情变黑，哪个事情某变，所以我哋就用人性是没有变的。所以我哋那个新的189火烧庄里面那个最终抉择那里面的角色他们是穿越的，他们就好像送一推加在秦朝现推体那个现推的那个时代时空里面，不过他们遇到相同的问题像里面有个叫阿虎的秦朝时节同他妈妈相依为命2个要互相保护体现推时节有一个也是也是阿虎的，不过秦朝的时节妈妈会保护那个阿虎，因为他想要去当义勇军要出队不过天推时节，阿父在保护妈妈，因为妈妈生病的，所以他要在工作跟妈妈给照顾妈妈做一个抉择。那秦朝的时节的阿父呢，要变成说，要到底要去出队才算是守护妈妈，还是不要那个不卡，还是保护妈妈？就当时就是有不同的不同的那个不同的空间，不过有相同的故事要去做。係啊，嗰種其實冇變得都人類的精神。靈性，對。其實頭先我哋會談到講，其實點解歸來我哋屏東以後也因內列的一啲嘅創作，但是已經有一個最新的創作，就是下我哋下我哋都小嘅問題。
我过来福起来嘅，说到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嘅丁块同人讲，伊对特别过来屏东以后，伊作为也因内里的舞蹈嘅创作，但是我哋认为伊最新的伊的创作啊，呢技术音乐剧场归来去一部分，我哋就希望讲，伊就同我讲，当初伊就那么想我讲，用伊的爱等正规和以前的嗰种诗文，来变成伊的新的现代舞，也系运用喺一边咯。我想问一下吼。当初我有也要机会去接触到也要创作咯。真感谢吼，我鼓励屏东吼，过多个几年吼，来做来亲定块来做一个创作吼。所以也拜也去几落去一个作品咧，新高雄的新古典室内乐团，也个团长兼艺术总监陈欣怡老师，因为他虽然是乐团乐团，不过他希望一个音乐不止用做在堂度，做在看度，做在感受高度唔相同的事。所以辗转就看到有做一个客家嘅创作，所以他打电话过来说，丁凯有没有兴趣来做一个古乐戏的一个制作？所以一听就说，古乐戏好耳熟哦。原来才来知道，原来用一个陈团长团一个人归海欣赏就是有以上就是他们有认识，他也摆要用那个人归海以上的诗篇诗篇做一个创作希望又可以用舞台音乐舞蹈戏剧的方式结合来做一个制作。但是我感觉到嗰上门都讲，因为其实你看你以前的作品里边有啲quite明确嘅一个故事，唔单止係火手中啦出队，有啲quite明确嘅故事，quite明确嘅一个主题。但是我哋有时像我哋提供，其实正规可以欣赏以前那个诗文里边，其实有几多係讲心情。好，有些人讲诗嘛，诗很几多东西係讲一啲意境。咁唔能用把一啲文诗嘅嗰种意境变成一啲舞蹈嘅通种。当时也加到一个任务的时间来看一个诗文。其实他民国问的事情我相同的会想去了解个诗文嘅作者做得很厉害咯。一个原告一个几海先生讲嘅原告就是去韩国原告的时间就会想到佢寫花草草，同埋瘟疫講佢頭擺嘅老人家頭擺嘅生嘅都冇去嘅，都唔見去咧，去哪嘅呢？安利會可以想到，也可以曾醫生可以想到這些花草的瘟疫一個事情，他也感受到一個合作嘅人口的流失或是什麼。不過我常常經過那個冇感覺，不過讀了曾貴海醫生的詩文之後韓國去特別有感覺，所以我讀到很多一個曾貴海嘅詩篇，我感覺很親切。第一個很親切，因為他講嘅那些他寫的那些東西，馬上會在我的腦子裡面浮現出來。那一個詩篇裡面可能就有夠多的事情，好比說花草，然後呢韓國一個通奏。所以我就會在這個創作過程，我要去選擇一個角度，我到底是代表是花草呢，還是我是韓國嘅人，還是第三個超越這個詩人的這個空間來看這個空間？我就要去選擇一個角度，然後開始進行我的舞蹈的創作。對，其實我會想到講，一開始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講到講，其實過來屏東嘅時間，即係我去啲引進我開始那一發現，我發現到講，我哋喺啲睇下地方原來用無同樣嘅角度去看伊，用心去看伊嘅時間，我發現到講，原來我哋啲馬背有金木水火土，我哋其他譬如可能睇我嗰啲草嘅嗰種白煙，其實係種農業。你等於講有一啲用心去看一件事情的時間，同時去介紹一件事情的時間，也會變得有啲文化上面的意義。同時，頭嘛講到，其實是我哋可能我行到個轉角，使你用也會夠，我哋講夠敏銳的角度去發現到我哋冇發現到嗰種感覺，同時去講一啲我哋更加存在嘅問題。但是我哋想講，佢從當初另塊無去嘅引進嘅團業嘅，唔可能嘛看唔出有個詩文。錯。因為個素材鏡頭素材，因為以上寫高度嘅詩篇，高度嘅地方尤其高度老高度擺，唔過我冇用啲心情去看，我用個角度去看，所以我
有无一个事情，不过透过个诗文，有更多个无相用的事情，像几海时有写到一个西桑夫嘅老人家，对我来讲，我就西桑夫有嘛个，有就西桑夫嘛，对我来讲，不过欣赏写过后，个岁月啊，就从他的脚边不断的流走。不过他就是默默的一个用西桑夫一个方式来守护他的人生跟他的家业。好，故说哇，一个西桑夫的一个动作有按多个意思吼，亲爱本来真感动。我冇想到一个简单嘅西桑夫，去嘛係客家婦人家舒服家業，吼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可是我感覺到講，嗰種人救人其實點開嚟突然嘅事嘛。感觸到唔同嘅東西，因為其實我感覺到，因為一路行過來，唔單止講前進，一開始去熟悉我哋這個村莊，去熟悉客家文化，同時了解我哋一年四季裡邊可以拍賣嘅法通，同時做嘢就戲劇裡邊開始認識我哋客家歷史。最慢能回到我哋嘅創民身份嘅時間，你會發現到講，我哋見到嘅客家人嘅創民身份其實後輩。現在等下就按正規嘅文化，按正規嘅一啲歷史去激放來嘅。但是，我規劃先生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西桑夫來講，其實雖然按行過去嘅，顏色按行過去嘅，但是婦人家舒服唔單止係壓落下，就像唔要用嘅。其實人救人都幾10年嘅，好冇？唔係一種還是這種啊？等咧，我哋講編務嘅工作，編務嘅工作，但是舒服嘅。香港的客家文化，錯啊！來講一個因為香港運動那個現退伍嘛個做嘛個用詞開始咯吼。我就想用一個西桑夫來講吼，我自家設計嘅吼，西桑夫有搓嘛，搓桑夫搓，吼又擰，吼又拍，吼，他們都有一道動作啦，吼，故所以。我又用一個五雜吼，就是搓桑夫，搓，然後因為頭擺呢西桑夫又講又聊天啊講法，英國，然後講到嘛嘅咯，一個你看那個西面桑夫哦，個獎哦，然後表示係獎來嘅嘛吼，所以我用設計啊，到一個桑夫拍桑夫嘅時間。順下來就幫我嗌你看我嘅新嘅桑夫安醬叫我嗌大家真好，然後不是擰桑夫，把個水擰出來，擰桑夫嘅時間相當個超凡嘅事情，就會變成所以我哋做一個生活的動作開始舞蹈化、具象化，一個做一個符號化。可是這時間，你變成你對講，唔單止係把一啲故事變成一啲他人可以接受嘅東西，同時你把一啲其實歸處相，有啲東西如果真係史文裡邊有文字，有啲人都看唔識，但是透過人一啲專業以後，佢都變成他人可以啲講原來耶穌也有佢種西桑夫簡單嘅藝術史裡邊。其實伊講係安度嘅人生嘅故事。咁從你嘅時陣，體白表演迄個時陣，他個人咧，講非常很用嘅呀。也擺非常嘛親好，因為也擺吼，係用一個正規係先生嘅詩文，有先生把它寫成一個歌曲，也個配合我嘅舞蹈動作，更具象嘅，一方面從一個詩文出來。一方面用舞蹈，我喺感受一個詩文一個詩人到底要表達嘅某個重點我怎麼跟一個樂團或來用一個跳舞嘅方式來補足一個大家個冇啲嘅客家文化嘅一部分，來做得用一個舞蹈嘅方式來加入。我係聽講一個團隊裡面親少係客家人，故所以我蠻。會有很好，也個有買個規劃的事情說，可是有唔係客家人的人，用心來做客家嘅文化嘅推展，因為也個是更好的方式，因為我哋工作嘅同時，嗰當然係問我，客家人會買個想，客家人嘅想法係買個，客家人嘅高度看法係買個，客家有的文史係買個，我們透過一個工作嘅過程
本青岛人了解一个客家的文化跟一个传统，所以大家因为不团的工作，一个客家文化做得扩散出去，不单止客家人，我客家人慢慢地客家文化清讲一个客家的事情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看到見嘅一天天悶啊，我冇講得到啦，馬上就還可能到，因為人哋講體育場已經表演起嚟嘛，下一拜咪有冇？一個作品啊，我想未來聽說還有機會跟大家見面啦，因為大家都知一個疫情的關係，一個排程嗰冇簡單，不過我感覺一個團長有同我講說，還有機會會過多年來看一個過後的作品。嗰時你客家人都真係來注意我哋咧歸來去也一啲作品咧一啲最新的資訊啦嚇，你一定會有下一擺，可是真係有機會，可是本客家人看到嘅時間，我哋都一定會有機會看到嘅作品。可是看到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其實一行到一間來對頂開來講法，而唔單止用一個專業用編舞去我哋去專業到我哋客家文化，同時嘛表演嘅舞蹈，表演到唔係客家人嘅人，佢是認識客家文化。咁應該感謝下對頂開來當現場同你分享咁多嘅故事。感謝好明哥，感謝觀眾，來了哦。